这未来都是传统的习俗，对真济产妇来讲，调整体质更袂当疏忽。其中要安怎食？吉米下中心去年底拄启用的产后护理之家，除了推出各种高纤维、优质蛋白餐点，嘛加入中医的概念，强调饮食调理包括平补加温补，一定对排毒恶露开始分阶段，临时男做伙食。那把恶露排干净的这一段期间的话，其实他们妈妈也有同时也有哺乳的这个需求，还有就是说生产完之后，他们的消化能力相对来说也比较没有那么好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也会着重在于说他的脾胃消化功能的这样子的一个调整。那当他脾胃调整好了，然后乳腺通了，然后恶露大致上也排干净的这个阶段之后呢，那我们就会开始进入比较滋补的阶段。然后比较滋补的阶段就是针对就是说，他的子宫卵巢的功能的这个恢复，伤口那伤口也大致恢复了嘛，那再来就是说他全身气血、阴阳还有筋骨的这样子的一个调整恢复，那去避免一些例如说体力不支啊，或者是说一些腰酸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。护理之家除了注重中医调理分阶段养生概念，另外连点心嘛只用心甲基米食品合作，开发出甲过去无同款的碰饼包卵，就是用牛奶蛋液所做的蛋挞，强调加油。月子蛋挞部分，像是我们是用一些牛奶或者是说蛋液加在一起，然后去做烘焙的，里面真的很少的油。那如果妈妈说怕胖的话，其实这个蛋挞它的热量比较不会那么高。那还有其他像豆乳布丁啊，或者是说抹茶豆乳布丁，这其他的选择是以蛋白质为主。然后因为我们目前妈妈的话饮食上比较会注重在高纤高蛋白的饮食，所以点心的部分会以蛋白质的部分做补充。辛苦的产妇伫专业的医疗作为后盾，加上专属的中医调理加营养食补来做未来，相信互产妇会继续放心。台南新闻君及何乔芳采访报道。